宝藏们，曾宝仪的人生藏宝图推出宝藏限定会员制了，在这里你可以听到独家集数，包括宝藏来信、好剧、好书，还有我的旅行日记碎碎念。加入我们，未来还有更多福利在等你哦。对了，宝仪我本人还有机会跟你交流啦，而且还有很多平常我不会跟别人讲的事情，都会在这里跟你讲啦。大家好，这是万霞李长办公室，我是王来，我是礼物。好，这集呢，咱跟顶一集同款，就是嘛是请到一位伫网络馆顶熟悉一位李明来到咱的办公室来泡茶开讲。这位李明呢是住伫咧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的一位少年姑娘。顶届有甲伊开讲过吼，伊讲伊感觉伊是无偌济岁，就有伫几个国家住过经验所以咱遮吼先莫讲伤济啦，来先请伊来这自我绍介一下。好，大家好，我叫 Casey， 我即马是住伫咧 Amsterdam， 我是桃园人，我进前是伫英国读研究所，安尼算嘛是7年前我英国结束了后，是因为阮的迄个研究所是第二档是伫美国，伫 Los Angeles，所以嘛是伫美国读册然后伫遐才头路一档伫纽约后来转去台湾即马才过来荷兰我是足介意我进前伫英国的生活伫澳洲旅行的时阵嘛，就介意的，所以去年拄好有机会会当来，所以就想讲趁30岁以前，互家己一个机会去试看卖。嘿，差不多是安尼。我即马是伫一个服装的品牌做迄个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拄则你讲着你住伫即个荷兰的阿姆斯特丹。毋知影你对阿姆斯特丹的印象是啥物货？我家己是定定听人咧讲遐迄几项啦，就是比如讲，就体买足济真自由啦，会当食即个大麻鸡卵糕、素大麻烟，是讲遐的人的身悬拢足悬的。实际上住伫即个阿姆斯特丹，你感觉你遐敢是刻板印象，还是讲实际上就是安尼？其实我感觉大部分是事实，较大只是事实，因为基本上台人拢有一台，我家己嘛有一台。我嘛有听过讲有真侪人，尤其是在地有2-3台无共功能的，有食电的，还是普通的脚踏车，还是特别运动专门的，也是有。你若是你若是有伫城市内底行来行去，你会当看到人咧haul迄个运河内底的物件，haul起来嘛是脚踏车足侪。所以因个会去拍卖，若是haul起来，佫会当徛，你会当去买。我想讲是伫运河haul鱼啊，佮是haul脚踏车。你haul起来是脚踏车。而且因真侪迄个桥有无？你会当甲你的脚踏车锁伫遐。但是伊迄桥是会当开的，所以你若是毋知影，你甲锁伫迄种会当开的桥，所以你可能转来的时阵，你脚踏车已经无去因为你的锁无盖好，就当入去，毋知啥物所在。伊放伊自由啊，放伊自由就随水流我感觉讲，因为特别是 Amsterdam 是外国人足侪，所以你会当感觉讲，大家是较开放，因为大家国家内的人足侪无共文化的人嘛足侪，所以你会当感觉讲，大家人嘛较愿意去了解无共的文化甲无共的语言。大麻是感觉，迄是你若是行伫路中，你会当感觉讲，有人咧用。但是你若是真正看，迄大部分拢是来佚佗的，在地人较少。但是在地人差不多拢是迄种
足少年的，有大学生咧用。你到一个会所了，因就刚刚开始较幼稚的迄代志安尼。啊，人真多，是不是？人真多，足多诶。我171公分，我伫台湾嘛是算查某囡仔内底算悬诶，但是。嘿，但是我伫遮我会当穿童装。哦，因的囡仔会当穿较171哦。那修好不好？而且我毋是上大号哦。我有听过阮同事196公分的，伊讲伊小学毕业的时阵就已经185公分啊。哦，我天啊！哦，所以我是迷你版的。你这个同事是查甫还查某的啊？查甫的，但是伊讲伊这也是妹妹吧？啊，妹妹，伊讲即马18岁，已经188啊。哦，哈，老羞哦！我家己的主管荷兰人，大家拢比我更较悬，查甫拢比我悬。哦，安尼因这厝拢爱起足悬的，啊无法度呢。系啊，但是这足奇怪，就是厝起悬，但是就迄个要安讲，就是拢感觉足客，因为以前算水是算你即个厝的跨度偌宽。啊，因为安尼讲，感觉咧讲因歹话，但是荷兰人较计较，所以因的厝拢，我有听讲即样代志，拢起较少，拄啊好，你会当入去，门拢你拄好会当入去，啊，迄个楼梯你拄好你会当行，但是拢无讲介宽介舒适。哦，无怪我迄当阵去佚佗的时阵，就是伊迄足少会当2个人相闪的，就是迄个饭店内底迄。若是你迄较有历史的，迄拢无多。对。哦，原来是安尼哦。真趣味呢。啊，你感觉讲即个阿姆斯特丹敢有啥物较特别的，还是讲观光客较歹去看到，敢若有当地人才知影的一个方面？比如讲，伫英国大城市的市中心是较侪是外地人，还是观光客，还是学生，就是算说是拄啊为别个国家来遮食头路的移民咧住的，所以讲住伫真正是伫遮住较久的人，拢会搬去较外围的所在去住。啊，恁伫阿姆斯特丹敢是有敢会看到安尼？其实差不多啦，因为阿姆斯特丹无讲介大，所以你市中会当住的人嘛，毋是讲介济。亲像我正常咧讲的，因为因即个厝拢是有历史的，你迄拢无法度定去迄20站的，迄拢会当，所以迄些拢是细细啊间安尼。啊，所以真侪人拢是外地。啊，因为我最近咧有咧看厝，你若是去看厝的时阵，你拄着因咧讲佫是一个外国人要来买厝，因为因看到外国人来买厝的，比荷兰人佫侪真侪，而且你会当来到遮食头路的，比较起来，你的教育的程度嘛是较好，所以你可能头路嘛是较好，所以你嘛较有法度买厝，还是买较 ，you know， 所以差不多，嘛是差不多啦，甲伦敦可能嘛是共款，但是你若是伫遮你有学荷兰话，差足侪。因为在地人，其实你伫遮你若是讲英文是完全无问题。我听过足侪人已经伫遮10档20档无法度讲，嘛无讲要爱学。荷兰人英文足好，非常好，所以你若是拄着因会甲你讲啊，恁来遮拢无要学，但是你若是甲伊讲两句啊，你哪会遮搞啦？你这嘛要讲，迄嘛要讲，哎呀，很棒，安尼，甲你拍破啊！所以你会当马上就感觉讲，因对你的态度差足侪。这点甲咱台湾人是毋是差不多啊？嘿，吼，而且你若是听着，你要讲两句台语，大家都讲对，你若是听外国人讲台语，你哪会遮搞安尼？对。对。另外一件是，我感觉荷兰人非常
在意家己的时间，而且尤其是Amsterdam，大家拢足无用的，所以你若是要约你的朋友出門，你袂晓度講，我今仔用暗有用，我來問伊講伊看有用無？基本上無用，真的足歹約。你愛約，若是荷蘭人，因真歹講你今仔約今仔用暗無法度。因你愛甲你約出門，可能愛一個月以前，攏愛就愛甲伊講。甲朋友因會嘛用 Google Calendar，真誒。我受過足濟，若是約會我嘛有接過講要用 Google Calendar，確定講你會去。我想問一下，荷蘭人誒咧約嘅時間是因敢會準時到，還是因會慢到？你若是遲到吼，可能10分，你可能到遐時陣人已經無佇遐啊。真的假啊？所以因袂等你。伊可能會傳訊息，互你講，先甲你講，你啊到，你到啊袂？你差不多會按幾分鐘？你若是無甲伊講，你無出現，伊就當作你無要出現。10分鐘、15分鐘，伊可能人就走，伊佫會留互你講，你無要尊重我的時間，所以再見。這點我是感覺因真趣味，足細緻的，所以你甲因約伊嘛攏準時到。因為我佇英國遮有聽過一款講法，就是比如講約人去因兜佚佗的迄款 party 的迄款的，人若是甲你約2點，你袂當2點準時到，你愛互人一個30分鐘的 buffer， 互伊慢慢啊準備。但是我毋知這是毋是大家攏是安尼啦。我嘛是會較介意講，我約2點，大家攏2點就先到啊，無。對啊，對對，我伫遐咧。因為我若是甲人約2點，若是來阮兜，我可能1點半攏就已經準備好啊。我是袂啦，我可能2點可能大家做伙煮嘛是。即係就是你準備2點來時陣，大家做伙鬥用，安尼鬥佚佗安尼。對啊對啊。因遮我是感覺講，你若是約外口佇餐廳，因為而且最近啊，尤其是COVID 了後，真濟餐廳迄個時間攏你愛先約，你若是無先訂，你是袂當無法度去，迄餐廳無互你入去的。所以因即馬就是，你若是約外口，佇外口的餐廳，你著愛做準時，無會互取消。但是嘛是，若是佇厝裡，可能就無遐迄個，無遐嚴格，較嚴格。若是講要請你來推薦一個上有Amsterdam 精神的景點，你會揀對？我揀的是毋是一個點，是一個活動。我家己本人我就介意國家博物館遐，迄區就是有真濟真有歷史的博物館，所以迄個厝攏起到真水，迄攏是100年200年的厝。若是位遐一路一直往火車頭行，差不多安尼行，應該是嘛愛40分，你若是豆行。但是你會當經過真濟條的運河，就是你佇網絡頂懸看到 Amsterdam 上較景點的所在，你就會當安尼看，你就享受迄個行路的過程。足濟運河，逐條攏足水。雖然講翕相翕起來攏差不多，但是就足水。若是天氣好，你會當感覺講，大家就佇你邊安尼騎腳踏車，你就豆行，逐條攏有無共款的風景，你會當欣賞。然後真濟迄個cathedral 無共所在嘛，足濟教堂嘿，教堂我是感覺安尼1點鐘2點鐘就豆行，若是天氣好的時陣，其實真水，尤其是熱天冷的時陣，因為其實遮嘛袂講介熱，所以我是感覺一個下晡安尼行嘛，我感覺就安怎講，你會當感覺足舒適的啦。好進前咱開講的時陣有講到，講你去過足濟所在旅遊的，比如講歐洲啦、亞洲啦、美洲攏有。請問講你是
为几岁开始做即个牌仔旅行？咱直接先讲者讲牌仔旅行是啥物意思？就是咱咧讲的 backpacking， 伫 Wikipedia 定义就是无对旅行团消费尽量少，通常会住迄足俗的即个青年旅馆，也是讲介绍足低的旅馆，通常拢袂摕行李箱所有的家私拢放伫牌仔内底，安尼排咧行，所以所以问讲你差不多是几岁开始做这个牌仔旅行的？差不多22岁开始，就是我伫英国读册迄当阵，因为拄好伫英国嘛，离欧洲嘛足近的。手头钱无讲介济，但是就佮爱佚佗，所以就开始讲想讲我会当去真济所在，但是用真少的钱去算安尼。你上开始敢有人带，还是家己就开始去啊？一开始是经2-3冬，头一摆是去巴黎，就安尼3冬，就想讲我拄好遐有朋友会当住伊遐，就开始讲安尼，我若是要去遐3冬的三工会当安那安排。3冬感觉讲这我嘛会当做，安尼就变5工，变1礼拜2礼拜，就开始看。嘛有真侪人写的文章，还是讲其他的朋友有去过，就会先看讲我有啥物所在想要去，爱开偌济钱，我有偌济时间安尼。你通常拢会用啥物物件来找机票啊，找旅馆啊？旅馆我大部分是用 Booking.com， 因为我有人咧用 Airbnb 但是我看过真侪。感觉讲较危险，而且我是一个人去，感觉一个人一个查某囡仔无啥物经验去住遐，毋知影是啥物情形。Booking.com 大部分拢是有人咧管理的，所以就感觉讲较安全。其他的大部分我去大城市，我个人较爱迄个叫 free walking tour， 就是你差不多10点1点，你伫伊会讲几点到什么所在，毋免钱，有一个导游会当带你安尼城市内底几落个点安尼讲故事就带你安尼行上尾后你就会当看你家己想要出偌济钱，好即个导游。迄感觉互我一个真济。对这个城市的熟悉吧，所以若是伫遐有听到讲，这个博物馆看起来真大，但是内底无啥物物件，其实这个较细，但是内底物件较济，我可能就会因为这个 walking tour 去调整我想要去的所在安尼。我嘛是袂歹呢吼。恁即马是毋是无流行迄 Couchsurfing 啊？我本人是无用过呢，但是我是有听过，各有人咧用，但是真正毋是听过讲有真济奇奇怪怪的代志，所以较少人咧用。尤其是一个查某囡仔，定有着。对啊，而且佫是生即个款的亚洲查某囡仔，感觉较危险。我捌听过几个故事用 Couchsurfing， 我感觉真危险。但是我嘛有听过用 Couchsurfing 结果结婚的，真哦！哇，拢是别人的故事，拢不是我的故事，所以卖冒这个险。对啊，我有听过，就是去 Couchsurfing 对方就感觉讲你来我遮住，就是要甲我困做伙安尼。要先困到顶个对啊，对，要先困到。对啊，我家己上接用的，就是看机票介绍的，决定讲要对决定一个大方向，才看阮翁来看讲，即个城市附近开车几个点钟内底当到的所在，就用 Google Map 去看伊的街仔路的景，看伊介绍，若是相片有水，就去。若是讲遐有足侪庄仔拢足水的，就会伫遐的庄仔内底找一个较中心的所在，住几暝安尼会当去附近的庄仔做
一工一工安尼算。因为我是会当开车，但是若是普通时阵，我若是家己去，基本上我无啥袂去租车，感觉家己一个人开淡薄无聊，嘛是较危险，因为若是发生啥物代志，无人会当互相照顾安尼。真正诶，对。我之前看阮人去法国 Provence 诶一个山区内底，住一间民宿啊，伊迄个民宿就是迄个山头，敢若迄栋尔啊，所以迄个路就是就歹驶诶。啊，驶到一半，我感觉啊，佫足低足矮哦。我驶到一半，我感觉讲哦，等下若是摔落去山骹哦，啊咯，可能爱3工以后才有人发现呢。伊迄是石仔路吗？石头仔路？我看袂出来，因为伊迄咱是10月去诶嘛，所以迄个时阵，迄个路骹拢是叶啊，拢叶啊砍掉诶，你看袂着路，所以我才感觉哪会遮恐怖着。可能下骹连路拢无。无要紧啊，姐姐你是甲恁翁做伙。嘿啊，这哪会家去？我惊死。真正诶，对啊。啊，拄则讲着 Couchsurfing， 我有一个足好耍诶经验，就是我是去到法罗，就是波特加诶南部，啊，我用即个 Couchsurfing 就是碰意出影，沙发冲浪吼。伫即个我伫即个 Couchsurfing 面顶看，即附近诶庄仔有人有假诶房间，也是碰意互我困无看。倒位有通困就去倒，但是我无成功，就是无人甲我应，大部分人拢讲伊无用。啊，后来是找着一个少年人，伊伫即个 Couchsurfing 面顶找人讲做伙伫法罗耍，所以我就去找伊。啊，因为伊是欧洲的少年人，伊足够耍诶，伊就带我去 hitchhike， 就是揸车，啊，你就选好一个方向，啊，看即个稳定，伊要去对一个城市。比如讲，咱为法罗，咱是要为西边行，所以咱就选一个迄条路，就是要为西边去，啊，就开始揸车。啊，看即个稳定，伊要对一个城市，咱就对伊去到迄个城市。啊，伊甲咱伫迄个市中心放落了后，啊，咱才去找讲，迄工要住对，找迄个 hotel 安尼。我感觉嘛真趣味。感觉即摆要做即种代志，大人较有迄个风味的感觉呢。对啊，我感觉，因为我少年是有耍过 hitchhike，啊，拢毋是一个人，我拢是牵另外一个查甫，我有查甫牵我做伙，我感觉较安全。啊，但是后来我有一届是，嘛是我伫法国的时阵啊，我伫咱伫迄个 service station 有看到一个人咧揸车。啊，迄时阵就感觉讲，我真正有人甲我载过，我应该爱甲即个好意甲传落，我应该甲伊载。啊，但是我就想讲，我即台车租的，啊，若是伊要甲我抢劫要安怎？啊，伊若是因为我阁毋是住伫法国的人，我阁是外地人，有无？我就是我的头脑内底就是走过足侪迄个足侪无共的 scenario 啊，最后我就讲啊。歹势，我就甲伊讲真歹势，我真正无法度甲你载。对啊，就是讲，我感觉我无迄个安全感，感觉讲会当共载。两边拢爱有，拢爱感觉有安全才有法度，无法，嘿啊，无嘛是足歹迄落。啊，讲到即个歹啊旅行，逐个拢会足省的嘛。啊，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恁若是讲恁预算有限，啊，恁会开钱伫咧食诶，做大诶，还是体验诶，还是讲恁出去佚佗无咧值诶？我可能会看去啥物所在，譬如讲，我若是去土耳其，我想要去坐迄个热气球，迄个钱我就袂省。其他的我就省到我无法度阁省啊，但是我就爱砸迄个钱伫去坐迄。但是我若是干那想要讲，我城市内底行诶，啊，瀑布馆踅踅，啊，去河边踅行，找一个咖啡厅坐咧，我可能嘛袂讲特别甲我所有诶钱放伫倒一个
倒一个项目内底吧。所以应该是你是想要做啥物，你会开钱开伫遐，不管伊偌济钱，其他你就会小可掠只牛算安尼就是啊。嘿，就是遮摕一点仔起来啊，放伫遐。像我即摆我2礼拜进前去布达佩斯，我就是想讲我一定要去坐迄个船，永暗去坐迄个船，我就想要去坐船，佮爱食暗顿迄种，迄可能就爱差不多60箍，差不多，迄着我无法度省。佮有我就想要去迄个因迄议会内底参观，所以迄我钱我就无省。但是其他的我就感觉讲我今日食较济，明仔载就食较少。我若是带较贵，可能即届想讲我要爱带较好一点啊，我就爱食较省的。对，差不多是安尼。对，我感觉我少年时阵出去，感觉开真济钱拢是咧食的，含啉的，就是酒啉较济。因为我就好困的，所以我一人出去，我就是带就是安全啊，看起来无贵就好啊。毋过即摆看阮人出去，因为阮人有歹困癖，所以拢爱找迄袂差的啊。伊个会甲我讲啥物光线啦、装潢袂当伤歹啊。伊出钱嘛？伊会讲伊出啊，但是卡嘛是愈我的啊。你应该先家己卡摕来吧。袂啦，最后我拢甲讲，我即届出去安尼开几若千磅，足伤重诶，我无钱啊，伊就讲好啦，遮汇一寡钱互你用啊。因为伊嘛足爱食诶，所以伊带袂省诶，伊食诶嘛袂省诶，所以咱两个人出去食饭诶，最后咧纳钱拢足恐怖诶。毋过我感觉伊迄装潢袂当收歹，我感觉我嘛有一点仔安尼呢，就是你进饭店的时阵，我无法度迄看开收老，佮伊迄地毯个做是 old style 迄款的。我是变数绝对袂当 old style。变数真的，真的，所以就系啊，我感觉听起来我带饭店我嘛真紧。我是感觉我若是住 hostel， 我一定爱经迄个会当有门帘的。莫互人拢看着我咧困，我嘛无想要看着别人咧困。因为我之前有拄过，就是我住迄种一间内底有查甫的，查甫就连内底拢换衫拢无咧闪的，所以你就会当看着伊是完全无穿衫，连内裤拢无穿。若是身材好嘛是不要紧呢。对啊，身材好是真好。迄是爱身材好啊，但是身材无好就感觉看着足惨白的。这嘛袂当讲安尼讲，袂当要求伤济，对，袂当讲身材歧视。系啊。好，讲一个歪去，咱又转来。你伫旅行当中有过啥物奇怪的人还是代志无？我进前伫秘鲁去马丘比丘的时阵，伫秘鲁拄着抗议。头一就是我伫咧 walking tour 行到一半，忽然间迄个导游就开始往咱的即个方向开始走，伊拢无啥物拢无讲哦，就开始走，就带大家开始对伊走，就看着头前开始雾，头前的人大人拢咧哭，走到一个所在的时阵，导游才讲迄是 tear gas，迄是我人生头一摆拄着迄。我感觉拢足奇怪，因为在地的人就是伊嘛甲你做伙走嘛，走，看拢无代志啊，无代志，大家就开始要去打，哪像10分钟进前的所有代志无发生，足奇怪。10分钟进前大家走到咱
总啊，咱要巧伊啊，但是10分钟了，但是讲电话去啉咖啡，那就足奇怪。但是嘿啊，头一届拄着迄，因为伫台湾迄边忽然间伫市场内底，伫城市的中心，完全无警察嘛，无啥物教室甲你讲头前会有抗议，啥物拢无。啥物sign拢无，完全无。啊，你着看到真侪警察伫附近行来行去，但是伊嘛无讲啥。啊，看到恁是外国人，伊嘛无讲啥。啊，看你安尼走，因就看你安尼走，哈哈哈安尼。因迄当阵是抗议啥会你记记的吗？哦，你问这最好的问题。导游去问在地人讲，因有一个传统的市场内底迄个摊贩无想要落税，所以政府就一定要甲因课税，因就是无爱落，所以政府就甲迄个市场关起来，就安尼，所以因就去抗议啊。安尼伊嘛抗议甲真迄个连tear gas 拢走出来安尼。系啊，人家就奇怪，迄个市场嘛无讲介大哦，可能嘛这么10大尔吧，无偌济人，但是警察忽然间就 tear gas 就来啊。而且我阁拄着2遍，因为阮行到另外一个一区，遐个人嘛对阮行到另外一区，所以警察就到迄区嘛开始放。莫名其妙。系啊，警察嘛是介凶呢。系啊。警察阁甲我拍招呼呢。我想讲，你咧甲我讲声笑嘛？你啥物意思？啥物意思？但无要甲我救。系啊，而家咧小借问是咧小借问啥会？系啊，可能想讲我个人无看过吧，哈哈。我是真正无看过啦，因为到即马，迄嘛是4年进前的代志，我到即马记甲足条的。但是迄抓嘛是足趣味，因为我顶去迄抓伫火车头拄着一个法国的一个查某囡仔，伊看到我咧用 Facebook， 伊就甲我问讲，你是毋是台湾人？忽然间，因为伊伫香港上班，所以伊会当讲国语，伊就看到我咧用 Facebook， 所以伊就感觉讲我若是香港人还是台湾人，敢若这2种。所以伊就问我所以咱就开始开讲到即马咱阁有联络，伊阁有去台湾找过。真正的哦。系啊。真趣味。甲阮阿嬷食饭。我是顶个月去佚佗伫英国内底，咱伫一个 pub 内底，咱物件食煞我就要甲阮查某囝囥去伊的塞车内底坐，我就开甲阮查某囝讲话，我甲阮查某囝拢讲台语嘛，边仔有一道2个英国的翁仔某，就问我讲，你是毋是台湾人？我讲对啊，你哪会知？伊讲因为我听到你咧讲台语，我惊一跳，我想讲你哪会知我讲台语？伊讲因为伊有一个朋友是台湾人，进前住伫台湾，即马搬转来英国，所以伊听有讲迄是台语，伊听无我咧讲啥，但是伊知影迄是台语，就趣味诶，嘿。系啊。而且阮即辈会当讲台语诶人嘛，无讲介济。因为因是差不多50-60岁，因朋友嘛是差不多50-60岁对。对。你伫即个旅行当中你有体会到啥物会无？我感觉我是较享受家己甲家己做伙诶感觉。就是啥物拢毋免想，毋免甲别人讲话，你爱去倒去倒，今仔日爱想要较早出门就较早出门，较晚出门就较晚出门。啥物食啥物物件，做啥物活动，你拢毋免管别人想啥。佫会当感受无共国家诶人，甲你家己诶文化无共也是相共诶所在，佫会当交新朋友。真正我感觉真侪爱旅游诶人，爱做歹旅行诶人，感觉拢足爱即款诶一个人诶时间诶即款感觉诶，感觉即款诶特质就是较适合一个人旅游安尼感觉。而且我感觉伫台湾大汉可能嘛是
所有的时间拢足侪人，到大的拢足侪人，拢足客阮兜个足侪人，我爸爸6个兄弟姊妹，所以阮大概出门拢是足侪人，所以就感觉讲无家己的时间，所以我感觉家己出去佚佗的时阵，就是你会当真正好好甲家己开讲的时间。对，我颠倒是出去外口较有咧甲人讲话，因为我进前是一个真避暑的人。你敢知影我大学所有熟识的朋友，拢是因为我迄当时男朋友熟识的，我无法度家己出去交朋友，但是我出去旅行这件代志，其实嘛是当时大学的男朋友带我入门的。迄个时阵，咱一个学期要结束了后，咱两个拢会骑一台奥巴出去佚佗3-5天安尼。因为后来无做伙啊嘛，我就家己一个人开始练习，家己一个人出去旅行。我感觉讲，因为我开始出去旅行一段时间，拢是可能3-4天，拢无空别人讲话，除了甲人点物件食了以外，开始感觉讲，我敢若需要去甲人讲话，我才会去克服我的避暑这件代志，去找人讲话。开始一届、2届、3届了后，我开始感觉讲，其实靠这个青分人讲话嘛无遮恐怖，开始我就变甲无遐避暑啊。对啊，感觉旅行是会当互人较做一寡甲平常时袂做的代志。真的，对，平常时我是足爱讲话，我头路的关系，我嘛是逐工拢爱甲足侪人讲话，所以我出去佚佗的时阵就是莫甲我讲话。所以可能你的情形就拄好是都变过来对，平等变嘿啊。对。有一个我伫旅行当中体会到的，是我到即马搁咧用的，就是断舍离。伊会当应用伫咧旅游嘛，会当应用伫咧日常生活内底。我毋知你有安尼无？因为你做牌仔旅行的时阵，你是毋是今日有一个牌仔嘛？你尤其是咱为英国出去，拢爱坐飞机才会当飞出去啊。所以你的牌仔，你今日有一卡尔，佮加就会互即个 airline 互即个航空公司加收钱嘛。而且你牌仔排伫身躯的，你无可能炸伤济物件，所以你的行李就是爱一减再减，你就是逐项功能的物件加一件，比如讲 party 的即个洋装就是一领，比基尼就是一领，外套一领，鞋仔一双，就安尼吐规全球。若是我搁爱搁买，就是爱原本迄个物件歹去才会当。所以我即马我无咧做牌仔旅行，但是阮兜嘛是尽量用即个铁壳咧买物件，就是我即个功能的物件我袂有加一个，若是即个歹去，我才会当买后一个。我即马搁咧学即件代志，真正，因为我足爱买物件，而且我足毋甘等物件。我会去欠迄个，你若是去买迄个珍珠奶茶，我会甲迄个杯仔拢欠起来，想讲后摆去啉的时阵，我会带即个杯仔去，就袂好收迄10 cent。恁最近荷兰因即马就是爱环保嘛，所以迄你若是用塑胶杯仔，还是用纸杯仔，伊拢爱加收钱。所以我就逐概拢想讲，我摕当去揣我细细的连工出门的时阵爱炸，但是逐概拢无炸。即摆有5个杯啊，共款的。这我是我即摆嘛是咧学即件代志，因为我是嘛是感觉讲伤济笨色。我就用这个牌仔旅行的原则，就是你迄5个，你会当等4个去留一个就好啊，对不对啊？等者，咱这个结束了后，我就来甲我迄个4个杯啊，感恩，家己囥伫咧粪扫桶内底。对，感谢，谢多谢，你一定功德圆满啊！即摆会当去 landfill 啊，对，好，时间差不多啊，吼，对不对？系啊，好。问一个最后一题，就是你的梦想的清单
面顶，佮有啥物城市你想要去也未去诶？我想要去北欧看极光，你知安尼讲吗？我毋知。看极光，但是但是这我是可能爱等钱较济诶时阵，而且我无想要家己去，我想要找着迄个人甲我去。因为对我来讲，迄是一个就浪漫的一件代志。因为我进前去马丘比丘的时阵，感觉讲啊，这个囝若是有一个人会当陪我做伙看，毋知有偌好。因为你伫遐看着哇，很震撼哦，但是你无法度甲别人分享这种感觉。你若是甲别人讲，人无伫遐，若是无去过，伊干那会当听你讲。若是有人做伙甲你去，这就是恁做伙一个回忆。所以对我来讲，这件代志是钱是一个问题啦。暂时还阁无迄个人陪我去，所以我即马是清单，但是一直想要去安尼梦想。好，安尼咱今仔日差不多啊，是往来有啥物问题无？啊，未问诶无？无呢，今仔日嘛是听甲足欢喜诶。是啊，对啊。安尼今日感谢即个 Casey 来甲阮分享因即个30岁以下诶少年人是安怎旅游诶，他们伊学到一寡物件。佮可能还分享迄个阿姆斯特丹的一寡风景啊，还是讲因的文化。安尼咱今日就到这，再先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恭喜平安，拜拜。